固定古迹新港奉天宫是全国目前唯一有咧跳绿叶舞来替妈祖祝寿的庙司，其中的艺生拢是找新港艺术高中的学生来做，因即马嘛开始甲庙方来合作，开始向社区来推广，希望会当继续传承。对老师的指示，新港艺术高中的学生甲社区的民众做伙咧练习要向奉天宫妈祖祝寿的绿叶舞。新港艺术高中表示，绿叶舞在祭祀文化当中是一项真重要的文化资产，学生的参与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因为这个舞蹈跟外面不一样，接触不到，然后它也很特殊。像我个人肢体动作其实没有到很协调，但是其实慢慢学就会了。新港艺术高中跳绿叶舞的学生，真认真练习每一个动作。新港奉天宫是全国唯一用绿叶舞向妈祖祝寿的庙司。指导的老师就讲，以前拢是教学生，今年头摆开始教社区的民众。即摆咱就去做些尝试，以后咱社区会较好无？因为囡仔会流动，会高中毕业大学嘛，咱明年是要定来。社区是讲咱的长期让社区的发展看有在发展无？很多动作，对，刚开始串联起来会很累，可是后来慢慢看图就会比较 OK 一点。可是就是要多练习。指导老师讲，绿叶舞的动作无讲介困难，但是需要把每一个动作记好条。即马都开始向社区推广，希望未来不管是长辈也是少年人，拢会当来学，或者咧在地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